喂，hello，黃昏髮型屋客觀評論啊！今日咧想講下張雨晨啊，因為佢嚟緊呢個除夕倒數演唱會啊，如火如荼噶啦。咁之前都講過佢係用呢個未來世界、未來太空嘅表達啦，亦都希望佢呢個 show 會好成功啦。咁近期咧，明州咧訪問咗佢都唔少次嘅。今日咧，喺 YouTube 見到佢分享呢，其中一個報導呢，就係覺得自己今年呢好好運啦嚇，終於佢都40歲啦，係咪？浮浮沉沉，本來都好似覺得幕前演出嘅機會好渺茫噶啦，但係因為《中年好聲音3》呢，咁令佢踏上成功路啦，叫做卒之都可以走上幕前，而且受歡迎。開完一個演唱會，再開第二個演唱會，其實佢嘅成績應該都係中一、中二、中三加埋最好嗰個嚟㗎啦，應該係啦，因為咁短時間都開到演唱會，同埋收到咁多 fans。咁喺訪問裏邊呢，佢都講咗好多，即係之前嘅辛酸事啦，或者唔開心嘅事啦，又或者要努力學習嘅事啦，係啦。其中又講到自己幫人哋做製作音樂啊，但係個心咪酸啦，覺得自己其實係一個歌手嘅材料，但係又冇乜機會做得成功。好多大前輩都同佢分享好多嘢，令到佢學翻好多嘢啦，可以係啦，好似阿李敏咁特別點題啦，特別點題阿李敏話，即係完全就冇架子，完全鼓勵佢係咯，令到佢知道呢，其實呢。每一個人都要做一樣嘢，做到最好為止咧，先至有一個機會咧等個機會嚟啦，即係磨練到自己把刀嚟，等個機會嚟啦。結果佢真係喺中三個比賽裏邊成功啦，突圍而出啦嚇。佢話好滿意今年嘅成績啦，因為實在好多好運嚟啦。做咗演唱會啦，登台啦，好多 fans 啦。訪問裏邊咧，佢都有講到咧，話係呢個呢度啦，張雨晨擔憂好運被回收，其實呢個可以理解嘅。一個去到40歲個夢先至發得成功嘅人，你話經歷咗幾多失敗啊？係咪？人生就係咁噶啦，有啲嘢唔到你控制，唔係你想做乜就有機會做乜。你點都要靠個運嚟到呢，配合翻你嘅實力呢，你先有機會達成你嘅夢想嘅。即係好似佢咁有實力嘅人，但係之前嘅星途一路唔好啦，好多原因啦嚇。碰啱中三有一個機會，令到佢聲名大噪啦，叫做又發布咗自己啲新歌啦，係自己唱喎，係嘛？成功喎，梗係好開心啦。但係人呢，天生就會有憂慮嘅性格嘅，其實我諗大部分人都會係咁嘅。尤其是你失敗開，當然啦，佢已經咁成熟啦，失敗開唔緊要咯，珍惜而家當下成功嘅時候係做得最好最盡去享受咯。聽日嘅事邊個擔保到啊？的而且確個憂慮係成立嘅，因為始終呢個世界係嘛，好奇怪噶嘛，日日都有人出嚟噶，中四都嚟緊啦，係咪有人會更加火熱呢？搶佢哋嘅福呢？絕對有可能嘅，但係張雨晨嘅優勢就係佢自己能夠作曲啦，自己就可以做到好好聽嘅歌啦。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條件，令到佢可以延續佢嘅聲勢嘅。呢個係最大幫到佢嘅，我認為即係演唱會如果攞到個好嘅評語啦，跟住啲歌咧繼續出到啲好嘅歌咧，咁佢就可以延續到個聲勢啦。呢個都係我諗大部分 fans 都希望係咁啦，係嘛？延續到個聲勢同埋有啲好歌出現啦，呢樣先係好緊要嘅。佢作曲能力唔使置疑㗎啦，係啦，唱歌亦都非常之好嘅。睇下嚟緊個運點啦，究竟係咁短嘅運啦，定係會行落去啦？我覺得超過50%嘅機會嘅，佢即係會好落去，因為始終實力係強勁嘅，同埋佢有佢嘅天賦喺音樂上面係啦。我都睇好佢會行得遠啲。嚟緊呢個演唱會呢，應該都幾精彩嘅。凡係一個人呢，跌跌蕩蕩，
成日失敗先至會成功咧，就會好珍惜呢個機會㗎，係啦。夢幻嘅一年啊嚇，喺演藝圈20年啦，大佬21年啦，加埋今年，而家先至成功。咁啊，過去嘅經歷咧，雖然佢有憂慮啦，但係佢話過去嘅經歷咧，更加清楚知道佢自己想要啲乜嘢。所以咧，我覺得佢有足夠嘅強大嘅意志去應付未來嘅。曇花一現啊，驚係人都驚㗎啦。出年又點咧？唔會仲人聽佢嘅歌咧？所以呢個憂慮都唔緊要嘅，減少啲，將個憂慮變動力。有能力有實力咧，始終都會成功嘅。尤其是而家咧，佢已經上咗位啦，係嘛？加油努力，咁啊，對2026充滿好奇啊！擺脱心魔佢啦，係啦。最佳編曲獎嚟緊，我都期待佢啲新歌嘅多元化啲啊，係啦。廣東歌樂壇都係需要呢啲人嘅，雖然佢係唔係香港人啊。但係都好有能力嘅 Coco。OK， 嗱，今日就分享咁多先。我都睇好張雨晨嘅，咁同埋佢個演唱會都應該會成功啦。係啦。OK，多謝晒分享、點讚、訂閱。今日講住咁多。